啱啱嗰個工作坊啦，個主題係屬於一個職場嘅人際矛盾嘅一個預防同埋化解嘅。人同人只要係一多人嘅話咧，其實個矛盾就都容易產生嘅，因為我哋溝通其實都係源於各自唔同嘅一啲能力啊、價值觀嘅層面。咁尤其喺博企啦，咁可能有機會甚至係一輪三班啊，係啦，啱啱都有去分享到嘅時候，可能其實大家見面嘅機會其實都少，係啊，變成咗喺可能冇充足嘅了解啦，同埋冇充足嘅溝通底下咧，其實都好容易會鬧矛盾，甚至可能有一啲衝突嘅發生。其實而家嘅企業全部都即係好跨代啊，唔同世代嘅人，而佢哋可能當中過去所經歷嘅嘢都唔一樣嘅時候咧，其實價值觀亦都唔一樣，令到大家咧可能喺工作上面嘅氛圍啦，或者係一啲嘅睇法都真係好唔同。可能我哋希望能夠揾到錢，係咪啊？我哋希望能夠逐步能夠去升上去啦，我哋可以得到一個比較舒服啲啦，或者係比較好啲嘅生活。咁但係慢慢新一代朋友仔，其實佢哋再入職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咪想要呢一樣嘢咧？其實唔一定嘅，係啦。所以佢返工嘅時候，其實佢可能未必真係會有咁拼嘅出現，係啦。又或者佢拼嘅原因會有唔一樣，係啦。呢啲都會有機會會影響到咧。其實，佢哋喺工作上面嘅溝通啦，又或者一啲諗法啦，其實都會有一啲唔同。咁啊，我都曾經聽過有個例子咧，後生仔佢過嚟去見工嘅時候咧，其實佢問嘅其實佢唔係人工有幾多。佢問更加多係咩咧？佢返呢份工返嘅時間係點樣啦？佢哋會講返就話我想返學，只不過咧我舊嘅公司咧可能未必能夠配合到我嘅時間。工作年紀嘅朋友仔啦，佢好似同啱啱新入職嘅朋友仔啦，好似係有一啲嘅拗撬嘅情況嘅。新一代嘅朋友仔係比較倔啊，或者係比較直啊，你幫下手，好似你又唔制啊。咁其實我諗呢啲都係一啲跨代嘅一啲嘅問題嘅存在啦。其實為我哋嚟講咧，我覺得有一個更加重要嘅方式係，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啊，其實就係大家個世代唔一樣啦，大家經歷嘅嘢都唔一樣。譬如可能我哋年長少少嘅朋友仔，佢可能佢就比較可能都冇經歷過啲網絡嘅時代啦。而我哋而家新一代嘅，其實可能都日日都去睇一啲網絡嘅一啲平台啊，唔同嘅消息啊，咁佢哋個了解嘅資訊嘅速度都會好快嘅。其實我哋自己去咁樣睇嘅時候，其實可唔可以有一啲嘅同理心啊？我哋聽佢講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了解下咁其實佢點解會咁樣講咧？其實兩邊都需要，其實溝通本身就係一個需要兩邊一齊去協調嘅事情嚟嘅，係啦。咁理解咗之後啦，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放低我哋嘅一啲諗法啊、偏見，甚至乎可能係一啲情緒啦，我哋先至可以好好地溝通嘅。其實都有唔少咧係博彩從業員嘅朋友仔都會有講到一件事啦，就係其實佢哋喺對客嘅時候咧，都會面臨住一啲嘅衝突嘅部分。客嚟嘅時候啦，佢哋都係外在嘅，呢啲外在嘅因素咧，都係我哋冇辦法去控制嘅。係啊，我哋唯一能夠控制嘅咧，其實都係自己。咁所以咧，啱啱喺工作坊上面啦，咁其實除咗係一啲教佢哋去點樣去做一啲嘅分析翻自己嘅一啲嘅部分之外啦，其實亦都會係同佢哋去傾下，其實佢最重視嘅係啲乜嘢？係啦，咁透過佢去了解自己內在嘅因素啊，佢哋自己點樣去喺面對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可以有所調節，係啦，繼而令佢可以繼續喺呢個工作上邊咧係可以持續咁樣做落去嘅。